这一辆丽思旅行，我是在2019年的时候买回来，至今已经有5年时间了。当时买车的借口就是呢，我要给妹妹一个结婚的礼物，我就挑了这辆车给她，她点头了。就有了我们2个人出发的一趟旅行，从广州直接飞到青岛去专门看这辆车。当时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，感觉上面非常的素，甚至是没有任何的私欲。买的理由呢，甚至一般人都找不到的。所以在车迷的心目中，这肯定是一辆不值得被尊重、不应该被关注，甚至应该去遗忘的一辆丽思旅行吧。但对我来说，我就喜欢这种饱满的状态，喜欢这种转变的身段，才会有了我跟他接下来这5年之间的故事。所以接下来这几分钟，我希望你浪费一点时间去听一下我跟他这5年发生了一些什么。哎，我已經到了那個地方了。我在車旁邊啦，你沒鎖車呢還？呢一箱咧係我同佢喺廣東家嘅第一箱油，亦都係我攞到手嘅第一箱油。OK 啦，嗱呢度，18路。好煩啊喂，呢位唔係咁容易對嘅其實。玩掃把佬呢啲嗬，就可能悶就悶咗啲，但係咧你同嗰台車會交朋友，同啲機器交朋友嗰種感覺，真係好似好過癮咁樣。